本上每日都可以聽到卡哇伊，連垃圾佢哋都可以用卡哇伊嚟形容。喺日本呢，其實年齡即係代表佢哋嘅社會地位。俾家用對於日本人嚟講係乜嘢東東呢？點解要俾家用父母啊？こんにちは，吉媽媽です。咁歡迎嚟到我個頻道。我係嚟自香港，咁先生就日本人啦。咁而家呢，我哋就一家5口就住喺日本嘅新潟市。如果日本係咪真係想像中咁好？識講日文又係咪真係咁容易就融入到當地嘅文化？當我移居咗嚟日本，我都以為對日本文化都有少少嘅理解，但現實話俾我聽，我真係 too simple, sometimes naive。今次呢條影片呢，我唔係純粹吐槽嘅，而係想帶大家深入去睇下點解日本人會咁呢？佢哋背後嘅諗法係乜嘢呢？同埋佢哋有冇嘢係值得我哋學嘅呢？點解日本人成日會講卡哇伊嘅呢？卡哇伊係日本人嘅日常用語，一切都可以用卡哇伊嚟形容。喺日本呢，卡哇伊真係無處不在，你基本上每日都可以聽到卡哇伊，包括人啦、動物啦、植物，識喐唔識喐，連垃圾佢哋都可以用卡哇伊嚟形容。卡哇伊，卡哇伊，卡哇伊，卡哇伊。曾經有一度我真係覺得日本人其實係咪除咗卡哇伊就冇其他嘅形容詞呢？對日本人嚟講，卡哇伊其實佢唔單止係一個形容詞，其實佢係一種社交嘅潤滑劑。咁當你唔知講乜嘅時候，你話人哋卡哇伊啦，咁其實係咪成個氣氛都會即刻會覺得係卡哇伊咗呢？可以避免尷尬，避免批評，令一切都保持和諧。咁當人哋問你意見，你又唔知點去評論嘅時候呢，咁你講句卡哇伊，其實可能係就係最安全嘅用語咯。有睇過日本電視節目嘅觀眾朋友都會留意到咧，好多時候咧出現嗰啲嘉賓咧，其實喺佢哋嘅名嘅後邊咧會有個括弧括住一個數字，其實嗰個數字就係佢哋嘅年齡嚟嘅。一開始嘅時候我真係覺得好奇怪，點解每一個人嘅年齡都要咁樣被赤裸裸顯示出嚟嘅，好似完全咧係冇晒自己嘅個人私隱咁樣。咁但係喺日本咧，其實年齡即係代表佢哋嘅社會地位。日本就係一個長幼有序啦，重視階級嘅一個社會文化嚟噶嘛。咁年齡咧就可以話俾觀眾聽，呢個人講嘢其實佢有冇資格去講呢樣嘢呢？咁當一個60歲嘅藝人啦，同埋一個20零歲嘅藝人咧，佢哋去講呢個教育問題嘅時候，咁觀眾接受嘅程度就會完全唔同啦。因為初時我就覺得好難理解啦，咁我就問一啲日本人嘅朋友，因為佢話你唔知對方年齡嘅時候咧，其實你唔知用咩態度去對待對方。咁其實講到年齡呢樣嘢咧，我自己都有過一次，就係俾一個第一次見面初相識嘅日本人咧，就問我你幾多歲啊咁樣啦。咁當其時係一個工作嘅關係嚟嘅，咁對方係我一個客戶啦。咁其實當其時被問到呢個問題嘅時候，我第一下我就覺得好 shock 噶啦，因為我就即係覺得哇，年齡係女人嘅秘密嚟嘅喎，點解你咁樣咁直接問我嘅？日本人係咁直接嘅咩？我原本以為我哋香港人都算係中意食飯噶啦，但係同呢一個日本人比咧，我哋嘅程度簡直就係小學雞程度。喺日本佢哋提供嘅 menu 真係打破你一啲原來一餐可以吸收咁多碳水化合物嘅呢啲常規嘅觀念。佢哋真係隨時可以提供俾你啦，飯加麵再加麵包嘅呢一個3重碳水 combo。其實點解會有呢啲咁嘅 menu 出現呢？日本嘅料理嘅核心就係米飯啊嘛。咁同埋日本係一個農業社會嘅出身，食得飽就等於幸せ。咁呢種觀念咧係好根深蒂固噶啦。再加上喺日本嘅便利店嘅盛行啦，咁便當啊、飯團啊、烏冬啊、意粉啊呢啲，簡直就係好容易就買到，隨處可見。咁同阿約斯爸爸結咗婚啦，咁我哋就移居咗嚟新潟嘅時候咧，咁大家都知新潟個月光米係幾咁出名噶嘛。咁當其時我嚟咗只係3個月，我已經肥咗超過10磅，而呢啲全部都係碳水嘅功勞。好難怪日本人，亦都好難怪我，因為佢哋嘅飯實在真係整得太好味啦。知道住喺日本嘅香港人朋友咧，咁中唔中意去日本嘅戲院睇戲啦？咁如果係睇一啲外國嘅影片嘅話，我真係唔會想去日本嘅戲院睇咯。對於外國嘅電影喺日本嘅戲院上演咧，咁其實佢哋會有原音版啦，亦都會有吹替版。個吹替版嘅意思就即係配音啦。日本就係一個動漫嘅文化啊嘛。日本咧聲優呢個行業嘅存在咧，作為一個出名嘅聲優咧，其實真係會比一個可能係偶像啊、女偶像啊，都可以係分分鐘一個地位都唔相差得幾遠嘅。咁所以喺日本咧，聲優就等於演員。日本人就係覺得佢聽翻自己本國語言咧，更加容易令到佢哋去接受嗰個故事嘅氛圍啦，容易令到佢哋入戲啊。當其時仲未同阿約斯爸爸結婚嘅，咁我哋仲係拍拖嘅時候，就嚟到呢個新潟啦。咁佢就帶咗我去戲院睇呢一個 Marvel 嘅電影。約斯爸爸當其時買咗呢個吹替版嘅戲飛，亦都係因為嗰場戲咧，令到我之後真係完全唔想再入日本嘅戲院睇戲。入邊 Marvel 嘅英雄人物咧，佢哋竟然係用住一個純正嘅日文咧去同我講敬語，嗰種違和感到而家仲係令到我咧呢個印象深刻啊，歷久常新啊，簡直。
日本人睇呢個外國電影，其實佢哋唔係要追求呢個原汁原味，佢哋係要追求呢個共鳴感啊！日本每年打颱風嘅次數都幾多嘅，咁再加上我而家住喺新潟啦，咁新潟係一個雪國嚟㗎嘛，咁冬天咧真係可以落雪咧，落到呢一個幾米高嘅地方都有啦。咁我哋而家嘅新潟市咧，落雪可能會比最嚴重嘅地方會好少少，但係有時嚴重起上嚟，即係一個上晝嘅雪咧，可以去到膝頭哥咁高嘅。當你喺日本工作過，你就會深刻體驗到，無論你嘅天氣係幾咁壞啦，打風落雪落大雨，日本人依然都係緊守崗位，因為佢哋係冇颱風假。我住喺新潟市，落雪嚴重嘅時候咧，可能都會啲雪啊高過呢個膝頭啊，去到大髀咁嘅位。即使喺呢啲咁惡劣嘅天氣之下啦，你絕對係不能夠用天氣差呢樣嘢去作為一個放假嘅藉口，犧牲你嘅睡眠時間，你提早起身去將你屋企嘅雪鏟走。你架車返工呢樣嘢就係你應該要做嘅嘢。呢個文化入邊咧，責任感同埋加猛咧，即係忍耐啊！日本人係超級重視嘅。當你住嘅地方太遠啊，可能真係返唔到工嘅時候咧，都有啲有人性化少少嘅公司咧，佢同你講就係可能你work from home 啦咁樣。咁但係大部分嘅公司其實有制度，但係唔會鼓勵你使用，因為成個社會嘅氛圍就係希望你堅持到底，做一個有責任感嘅人。咁喺香港，當打3號風球，我就期待佢快啲打8號風球啦。咁我就可以喺屋企享受我自己嘅個人時間啦，可以喺屋企開住包薯片睇 Netflix 啦。但係喺日本，即使你嘅颱風超過10級，依然都要堅持返工，同埋依然都要送小朋友返學。我覺得最佩服嘅一樣嘢就係喺日本冇人覺得呢樣嘢係問題。俾家用對於日本人嚟講係乜嘢東東呢？我覺得呢樣嘢幾值得攞出嚟講嘅。咁我相信我哋大部分嘅香港人朋友就係一出糧咧，咁都會攞翻份家用翻屋企啦。我哋嘅文化咧就講求孝道，我哋嘅孝道嘅表現其中一樣嘢就係俾家用屋企啦。咁呢樣嘢就叫做孝順啊嘛。咁但係喺日本，我同日本人朋友講起家用呢樣嘢，日本人就好奇怪地問我，點解要俾家用父母啊？咁喺日本嘅背後嘅文化就係日本嘅家庭制度，佢哋係重視呢一個經濟獨立。仔女成年之後好多都係求學啊，又或者係出去做嘢之後咧，咁其實佢哋都係會搬開自己去獨立生活噶啦。咁所以咧，成年子女啦，同埋父母咧，佢哋嘅經濟咧，通常都係好獨立地分開嘅。咧，對於日本人嚟講咧，養大啲仔女咧，其實係一個義務嚟嘅。但係回饋咧，對於佢哋嚟講咧，呢個唔係一個社會嘅習慣。咁佢哋係會有呢個社會福利同埋呢個老人保險嘅制度咧，咁就去處理嘅。佢哋係唔會靠子女嘅。因為係成個社會嘅制度啦、文化，就係唔會用錢去表達孝順啦。咁唔俾錢父母，唔代表佢哋唔係孝順。但係其實呢樣嘢你問我理唔理解呢？我講真，我係好難去理解嘅。但係我會選擇尊重。雖然錢就唔係萬能，但係不得不說一句，錢係可以解決呢個世界上咧90% 嘅問題。咁如果你需要浪漫，你都需要用錢去買呢個浪漫啦，係咪？點解日本嘅生果咁貴？其實呢樣嘢真係一個靈魂嘅問題啊！當我喺日本嘅超市見到一粒好細粒嘅士多啤梨要賣超過80蚊嘅港紙，大家知唔知道當其時我嘅諗法係乜嘢啊？我覺得我要實現呢個經濟自由，先至有信心去褻玩呢一粒賣超過80蚊港紙嘅士多啤梨。日本嘅農業咧，其實佢哋係以呢個質量行先啊，無論外形啦、包裝啦、甜度啦。係可以真係靚到咧，你真係挑剔唔到佢有咩瑕疵啊！即係有時佢靚到咁嘅樣咧，你覺得咧，你擺落個口食咗佢咧，會有一種罪惡感啊！喺日本嘅生果，其實佢唔止係提供我哋維他命啦，提供我哋纖維咧，作為一個生果咁簡單。喺日本咧，送生果其實係一種好高級嘅送禮用途嚟嘅。喺日本嘅生果，佢哋真係少量去耕種。咁係農民啦，用佢哋嘅心血，用佢哋嘅金錢去堆砌出嚟嘅。咁喺香港，我基本上可以一日食3個生果，但係嚟咗日本之後，我就情願去食呢個綜合維他命去代替生果，因為又平又飽肚。點解喺日本咧，學校同埋公司要由4月開始？因為喺4月開始就係浪漫啦，與別不同咯。全世界都係由1月開始去坑，唯獨呢個日本係與眾不同，因為佢係由4月開始噶嘛。日本係一個農業社會出身啦，咁傳統上面咧，佢哋咧就係用春耕咧去作為呢一個起點去計算，就係象徵呢個重生同埋起步。咁而日本嘅財政年度咧，其實佢哋都係由4月開始嘅，咁所以公司啦、學校啦，咁就配合由4月開始啦，咁就形成呢個一體嘅制度。
咁4月係一個櫻花嘅季節，咁由4月開始去返工啦、返學咧，其實的確係浪漫嘅。你諗下喺成條路度，哇，嗰啲櫻花嘅花瓣係咁樣飄落嚟，哇，粉紅色啊，成條路好似佢變咗一條康莊大道咁樣。實際上用起上嚟啦，even我而家嚟咗日本第5年啦，其實我而家每年都仲係調節緊。第一次見到成班小學生佢哋咧就孭住書包啦，咁就好有朝氣咁樣喺條路度咧就返學，但係咧周圍咧係唔會有大人陪同嘅喎。當其時我除咗佩服佢哋嘅勇氣之外，我更加多嘅係擔心喺日本，當你成為小學生之後咧，你就要擔起呢個自己獨立返學啦、放學啊呢一個責任㗎啦。咁有香港朋友就問我，啲日本人嘅父母咁放心啲，俾啲小朋友自己去返學放學嘅？咁日本嘅治安的而且確係比好多地方係安全嘅。咁喺呢個學校嘅區域咧，亦都會有呢個見守り活動，會由呢個長者同埋義工咧，咁就會定時巡邏，亦都會喺主要嘅路口咧，咁就協助呢個小朋友咧，咁就過馬路啊。同埋喺日本嘅學校，佢哋嘅教育方針就係要培育呢個小朋友咧，由細就要開始呢個獨立搭電車、着校服同埋呢個時間管理咧，咁全部都係要由呢個小朋友自己去處理。咁雖然喺日本，當你成為小學生咧，咁父母就唔會送你返學啊，唔會去走去 pick up 你啊咁樣。但係大部分嘅小學生咧都唔會自己一個人返學嘅，咁佢哋都會同返同區嘅同學校嘅其他小朋友咧，高年班過佢啊，有啲低年班過佢咧，咁就會係一個群體出動嘅。咁喺上一集都有提過啦，喺日本嘅小學咧，佢哋嘅教育方針咧就係要培育小朋友嗰個社交文化啦，咁同埋嗰個群體意識啊嘛。高年班嘅小朋友啦，咁就照顧呢個低年班嘅小朋友咧，其實亦都係一個責任感嗰個培訓嚟嘅。喺香港，如果小學生冇家長陪同返學放學嘅話，咁家長會好大機會被認為係呢個疏忽照顧，甚至乎有機會俾人投訴。咁對比，如果你喺日本，你咁樣每日接送小朋友嘅話咧，會俾人哋覺得你係冇能力去養出呢一個可以獨立去照顧自己嘅小朋友。咁當住咗喺日本幾年之後，我由最初嘅覺得好大嘅文化衝擊啦，有啲啼笑皆非，到而家開始慢慢了解日本人嘅做法咧，其實背後都會有佢哋一套嘅邏輯喺度。當然唔代表我全部都接受到，我就學識咗唔會急於批評，咁我會去理解啦，同埋會尊重翻人哋嘅文化。觀眾朋友，咁你有冇試過喺日本遇到一個你完全估佢唔到嘅文化，而令到你覺得好大衝擊嘅呢？如果有嘅話，留言話俾我知。希望你都中意我呢條影片，咁就記得 like、subscribe， 咁同埋咧就 share 俾你對日本文化有興趣嘅朋友。咁今日呢條影片就到呢度啦，多謝你嘅收睇，咁我哋下條影片再見，拜拜。